中聯的問題救事件，和外界是再次關心食品致癌物的風險。而除了食品以外，民間團體甲醫師嘛提醒，空氣甲水內底苯偏比嘛袂當當做無看，長期接觸可能會增加心血管的毛病，甚至會影響胎兒健康。環團指出，目前咱台灣也未建立完整的監測甲管理標準，呼籲相關單位愛全面立管。中聯油品苯偏比超過標準的爭議，佫引發外界對致癌物的關心。嘛有民間團體甲醫生出面呼籲，應該關心空氣甲水質當中的危機。害我吸毒氣，讓我喝毒水。食食當中的苯偏比會當用源頭管理甲預防性樂器來阻擋，啊，毋過有機物質佇咧高溫燒無完全生成的苯偏比，若是走入去空氣當中，就真惡收轉來；若是長期吸入去身軀，可能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神經發育異常等等的風險，佫有可能透過胎位影響腹肚內的囡仔。台北信義區，比如說台北的忠孝東路，其實你看那個人流相當的多。而且呢，他們的行為呢，大概就在1.5米到1.6米之間，這個是會吸入大量的廢氣，對。可是我們看到這個城市的峽谷，在遍布台灣的6都，每天有1000萬人這邊移動，可是我們的全面管控卻沒有看到針對這個族群每天吸入大量的廢氣。民間團體就指出，目前台灣也無建立監測甲空氣品質管理的標準，呼籲環境部就要速速甲固定污染源，還有交通等等會鎖定當的污染源全面納入管制，而且公開監測的資訊。民間團體嘛呼籲空氣甲水中的苯偏比，唔但愛立法管制，甚至愛比照 PM2.5的標準，隨時監測。那不是藏在HAPS 後面那個小小的，我們還要再打第二次，就是它減少一個門檻，直接可以看得到，就像 NO2，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每個小時都可以看到，那這樣才會變成主要的空氣污染物，主要就像煮菜一樣。移動污染源基本上我們現行我們是用油品的方式來做管制，就我們在移動污染源的燃料成分標準裡面已經有訂定了這個車用柴油的這個多環芳香烴，也就是 PAH 的最大容許標準值，也就是8%。這個我們接下來我們會來針對這個 BAP， 我們會單獨來把它納為這個有害空氣污染物來做。環境部前幾天就表示，已經有要求石化製程的特殊性工業區，把苯偏比納入空氣品質監測的項目當中。民意團體嘛呼籲，應該把鋼鐵廠區、燒土炭發電、焚化爐等等高排放的產業，攏納入管制。記者綜合報道。